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6月5号，我们要分享的是离别的痛苦。我们要读路得记第1章9到13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在哥林多后书1章3到4节。我们要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是慈爱的天父，也是一切安慰的来源。在我们的各种患难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种患难的人。自古以来，婆媳的关系里，我们听到负面的例子远超过正面的。它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在过去的华人文化里面，是婆婆当家，媳妇似乎只有听命的份，因此婆婆苦待媳妇是常有的事。但时代改变了，现代的妇女外出工作，经济独立，不再像以前那般的依赖丈夫，也因此婆婆不像过去那般被尊敬，甚至生病时乏人照顾，这样的一个个案时有所闻。今天经文具体来叙述以利米勒家仅剩的3个寡妇，他们正面临人生重要的关口，他们要面对一些的抉择。作者透过婆媳间的对话，表现出他们之间的爱的关系。拿俄米不但爱护2位外邦媳妇，他们也是寡妇，再一次感谢他们对家庭和丈夫的忠诚，以及在困苦当中对拿俄米的不离不弃，愿意同甘共苦。所以昨天我们谈到说，他祈求上帝来恩待2位媳妇，希望他们能够回家重新来建立新的家庭。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这是第9节。这是拿俄米10年来第一次提到上帝的名，用祝福的口吻来向他2个儿媳妇来说话。拿俄米本身虽处在艰困的环境当中，心里却一心为2位媳妇的未来着想。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而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真是令人感动啊！这不但令我们感觉到这家庭的和谐美满，婆媳间的关系犹如母女一般的亲密自然面临离别时刻就会感到非常痛苦。另外，在婆媳的对话当中，拿俄米她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够升职做你们的丈夫吗？拿俄米的理由或许和当时候有小赎制这样的一个婚姻有关。修结按以色列人的古代的风俗，如果一个人死后没有子嗣，他的兄弟便要娶这寡妇为妻，以便生子为他立后。其实在创世纪38章6到8节里面有记载。
以后呢，成为律法的明文规定哦，在申命记25章里面有记载，这个称为利未拉特条例，为的就是要保护寡妇及保证家事谱系得以延续而设的。作者的用意是在描绘出一幅痛心疾首和万念俱灰的图画。拿俄美他强调，他完全不可能为厄尔巴和路德预备一个丈夫，使他们有生孩子的机会。在人看来似乎是没有盼望的，但其实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当人做出正确的抉择时，就会看见上帝没有绝人的路。即使人正面临痛苦，当人以信心信靠他的时候，相信奇妙的事必定会发生。我们来默想，现在我们的婆媳之间的关系，现在的社会是否也存在拿俄美和媳妇间这种为对方着想的心态呢？你会不会这样做？如果你是一个婆婆，或者是你是一个媳妇，我们真的很希望婆媳之间有美好的关系，有好的相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上帝，你是一切安慰的源头。当我们在一切患难痛苦当中，你安慰我们，眷顾我们，使我们有勇气去面对我们的痛苦与悲伤，并赐下你的力量，使我们也能够去安慰遭遇各种患难的人，也能够让我们在患难当中来彼此扶持。感谢主，是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我们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每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喽。